台东县历史当前呢是伫活水湖边来起一座上千万的国际级的储冰场，要毋过其实拢无啥咧使用，所以即马呢已经趴远10多冬啊。民众是来批评这座储冰场，那所在正压贴，佮欠管理，实在是黑白开钱。 这个讲是国际级的竞赛溜冰场，24年前伫台东活水湖完工，不过即马四周围草啊甲树啊发正旺，溜冰跑道去互树丛砍去，设施早就毁损，袂使使用。到活水湖运动的民众讲，这个地点伤压角，袂有人想要来溜冰。关于我嘛批评县政府浪费千万的经费，无好好维护。花了一些钱的资源嘛。 但是没有吸引人使用啦。台湾县政府对于这个活水湖的设施有这个管理不佳了哈，然后有怠惰的那个问题发生了哈。 其实，伫溜冰场边啊，本来还阁兴建2个酸水池，即马嘛远去，完全无法度使用。县政府表示，这2-3年拢有陆续提出活水湖休闲园区规划案，要招标委外经营，毋过拢标袂出去。目前按算先甲溜冰场周边留地整理做停车场，互民众来活水湖运动休闲会当停车，并委托厂商维护清洁环境，让人家来做简单的基本的一个管理。 哦，然后再看看后续的示范的状况如何，再来研议说是不是再要重启招标。管议员批评，因为县政府无伫活水湖兴建固定的室内空间，厂商则无愿意来经营。不过县政府是讲有规划兴建管理室，也是环境教育场馆，会赶紧提出设计案，改善活水湖的空间利用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